大家好吼，爸爸准，大家好。今仔日来介绍讲因数甲倍数吼。好，我先简单介绍讲什么是因数吼。来，我先问一个问题吼，请问7敢是21个因数？来，讲这简单，7当然是21因数啊，是安怎是21因数？来，要安怎去看讲因数甲倍数的关系？真简单，甲分就好，甲分就好。来，什么意思？来，譬如讲，我都甲21分互7，来，21分互7，来，你看，21分互7，得到啥？得到3，对无？会使交分，所以会使交分，安尼7就是21个因数。嘛，共款，另外一边来看，21就是7的倍数，这是因数甲倍数的关系。好，过来看吼，来，请问30的因数是啥？有啥物因数？来，咱一般来讲拢是讲正因数吼，正因数。来，30因数，来1、2、3、5、6、10、15、30，来，这是30的因数。好，过来24，来24的因数吼，来1、2、3、4、6、8、12、24，来，你看，来这是30因数甲24因数。来，咱来看吼，来24甲30共因数就是1、2、3、6， 1、2、3、6其中上大迄个因数就是6，所以6就是24甲30的上大公因数，上大公因数。好，好，过来讲到倍数吼，来，我来举2个例吼，来，请看这来10的倍数有啥？10、20、30、40、50、60、70、80、90，安尼落去，好，过来15的倍数有啥？15、30、45、60、75、90，安尼。遮个，OK，好，咱来看共款10甲15共同的倍数有啥？来，10甲15共同的倍数有啥？来，比如讲有30、60、90，安尼遮个 ，OK，内底其中上细的公倍数，上细公倍数就是30，所以30就是10。甲15的详细公倍数 ，OK， 来，这是公倍数。过来有一种数吼，大家又看卖的，来，2、3、5、7、11、13、17、19，遮个，请问，来，我头拄讲的一寡数吼，请问迄是啥物数？迄是啥物数？来，这就是素数 ，OK， 素数。来，啥物是素数？素数的定义是啥？来，素数就是讲，若是迄个数，来，伊的因数敢若1甲家己2个尔，迄个数就是素数 ，OK， 素数。其中要注意哦，来，素数当中吼有一个较特别的，就是2。来，2，你看，别个素数拢是啥物数？拢是啥物数？拢是克数，拢是克数，敢若2是双数。OK， 要注意吼。过来另外一种数，叫做合成数。合成数，来，啥物是合成数？来，共款吼，我先讲一个吼，来，合成数有4、6、8、9、10、12、14，来，遮个拢是合成数 ，OK， 啥物是合成数？合成数就是讲伊的因数3个以上，伊的数量有3个以上的，这就是合成数 ，OK， 合成数。你看合成数全部拢是啥物数？拢是双数，吼。好，讲到双数甲克数，来，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。请问0、0、
来，这敢是卡数，也是伊是双数？来，大家又看嘛咧。来，但真简单，零伊是双数，伊是双数，OK 哦，伊是双数啊。讲老师啊，双数甲卡数安怎分？安怎分好清楚？好，来，我甲你解说一下吼。来，简单，来，啥物是双数？双数就是讲，迄个数会使互你交分的，会使互你交分就是无剩的，分互你无剩的，这就是双数。啊，啥物是卡数？卡数就是分互你有剩的，袂使交分的，即款的，迄就是卡数。OK， 真简单。啊，过来要介绍平方数。平方数，譬如讲1，伊是1的平方；4，伊是2的平方；9，迄是3的平方；16是4的平方，加的拢是平方数。啊，当然嘛有立方数，立方数共款有1，伊是1的立方；啊，过来8，伊是2的立方；27，伊是3的立方，加的拢是立方数。OK， 好，啊，过来，若是讲我甲20吼，来，你看这个图吼，20我甲写做是2的平方乘5，来，这个动作，来，这就是叫做素因数分贴，素因数分贴 ，OK 哦，素因数分贴，你看内底来安尼写了，伊的底数拢是素数，即款就是素因数分贴。啊，过来，譬如讲来36，我甲36写做是2的平方乘3的平方，共款素因数分贴，素因数分贴。过来60写做是2的平方乘3乘5，素因数分贴，素因数分贴。好，啊，其中这2啊。甲3甲5，迄就是60个素因数。OK 哦，这就是60个素因数。啊，过来，若是讲有2个小项，有2个数项，譬如讲8，OK 哦，8甲9，来8甲9，这2个来，我来看因这2个伊的上大的公因数。来，伊上大的公因数是1。OK 哦，伊上大的公因数是1，所以8甲9这2个数，伊就是互相素数，互相素数。OK 哦，互相素数。OK 哦，比如讲5甲7嘛共款，这2个这2个数，伊的上大公因数共款，敢若是1尔，所以5甲7嘛是互相素数，互相素数。好，啊，最后来讲一个，就是来找上大的公因数的法度吼，方法吼。来，这个方法叫做有规律度互相分法。有规律度互相分法。来，譬如讲540甲679，来找伊的上大的公因数。你若是用有诶较大诶数字吼，你若是用底分法来做，可能无你卡找足久啊。所以会使用这个方法吼，来，这个方法安怎做？来，你看这个图吼，来，你先画3条线吼，来540、675安尼写，好啊，开始吼，啊是安怎互做互相分法？因为伊是互相分来分去啦，安尼，所以啊要安怎分吼？来，一个开始，我先为540就是较细的来分675，来对着1，来写伫边啊 ，OK 啊，540来写伫下骹，2个相减，剩135，啊，过来共款，就换，即摆是135较细吼，所以就摕135来分540，所以共款来会对着4就写伫边啊。OK 啊，摕4来乘135，来拄好540。OK 写伫下骹，2个相减一个来剩0。这个时阵代志就做煞，
所以伊的上大公因数就是135。来，这个号做有权力度互相分发，安尼好。今仔日的专有名词吼较侪吼，所以大家着真足看吼，真足咧听吼，就是罔参考啦。OK， 好，就先到这吼，安尼后届再会。3加3，2领3裤；3减3，2领裤3。裤加裤，真正2领裤；裤减裤，无裤，搁脱2领3。